講下夜王啦，成部戲擺明係用當年夜總會嘅剩餘光芒嚟做賣點嘅。戰鬥、紙醉金迷、燈紅酒綠，夜總會嘅遊戲規則、人情世故同做小姐嘅心態都好吸引人㗎。老實講啊，戲嘅前半段我係非常之投入嘅。睇嚟導演團隊係做足呢個資料搜集嘅功課㗎。你睇得出唔係亂嚟㗎，啲人物關係啊，啲對白用字啊，佢都俾到你一種製作上嘅誠意，係認真想還原嗰個世界俾大家睇嘅。但係喺呢度補充一句，資料做足，個殼做到好正，唔等於個戲個餡就係一定好啊！我俾呢個戲係中等嘅分數7分，求開心咧係非常值得一睇嘅，因為佢可以帶俾大家歡樂啊嘛。喺喜劇同娛樂性嚟講咧，佢係贏硬㗎啦。個票房都話咗俾大家知啦，感情線都係唔錯㗎。我前面都睇到好開心，好好笑，但後面咧就梗係爭啲嘢咁。歸根結底，後面嘅大龍鳳橋段咧係唔紮實嘅，角色嘅心態啊、動機啊、鋪排設計啊、可信性都好低下，都經唔起考驗㗎。因為牽涉到劇透啊，咁先講演員啦。幾個演員其實交足料喎。而家觀眾最 buy 嘅黃子華啦，演出一如既往咁有殺傷力嘅，台詞功架、節奏感佢控制得好好啊！你明知佢好多位係靠語言嘅魅力去撐場，但佢講出嚟咧就係自然，就係夠絕核。另外一樣啦，我要講真話，黃子華紋晒身啊，講幾句粗口咁啊，就唔係能夠即刻嗰啲變成黑幫或者夜場搞手咁款嘅。黃子華係有語言魅力，但佢完全唔似混黑道嘅人咯。嗰塊人係有個格屎嘅，唔單止係造型咁簡單。至於楊偉倫啊，我直頭覺得係一個好大嘅驚喜。佢之前演嘅《正義迴廊》做個兇手，已經俾我眼前一亮啦。原來佢嘅喜劇感仲咁厲害，佢節奏準到無倫啊！唔係淨係靠對白喎，而係反應、眼神、停頓啊都超準啊！呢啲係磨出嚟嘅功夫，唔係一朝一夕㗎。某啲場面啊，其實佢撐起啲氣氛，同黃子華咧係夾得好好。我估佢會成為未來喜劇下把位人選最佳之一，可以試下頂達哥走咗之後嘅位啦。我覺得下年度香港金像獎最佳男配角嘅提名啊，以佢呢部戲嘅演出咧，應該係走唔甩㗎啦。鄭秀文都算好努力㗎，佢演一個管幾個場嘅女強人，睇嚟係做個小姐同媽媽層上去嘅。佢有努力去改氣質。食煙啊、姿勢啊、講嘢方式啊，都有做過功課。戲開始講佢嚟收購前夫子華嘅夜店，戲劇層面咧其實幾豐富喎。黃子華同呢個鄭秀文嘅關係好幾場戲咧，鄭秀文都係演得好唔錯嘅。但總係覺得個角色寫到佢咧，好似有啲尷尬。首先咧，夜場嘅大姐大大喺嗰個世界打工咁多年，你點可能咁直咁傻咧？對住老細面前懟老細個仔喎！導致種下禍根。你話佢有性格可以啊，但夜場嘅生存法則唔會係咁咯，否則佢早就唔會企喺嗰度啦。嗰啲人一定係雙面㗎，喺你面前笑，背後就計數啊。戲入邊反而冇乜呢種層次嘅表現出嚟，搞到鄭秀文嘅角色咧唔係好夠立體。其他演員方面咧，黃丹妮睇到佢好用心嘅，亦算交到貨 ，OK 嘅。謝君豪係揾佢嚟壓陣嘅啫，角色冇乜得發揮嘅，有啲大材小用啦。廖子瑜戲好多啊，做黃子華對手嘅，但係咧佢演戲嘅方法咧吸引唔到我。但係話時話發揮算可以嘅。至於爭議最大嘅係反派盧鎮業啊，佢嘅角色太子峰咧設計上咧係好多問題嘅，加上佢嘅表演幼嫩，佢唔係誇，但係演唔到肉咯，搞到個角色嘅可信性更加低。佢條線咧成為呢部戲嘅最大嘅敗筆。感情線方面咧，我其實好接受部戲唔走傳統路線咯。佢唔係嗰種最後一定復合嘅戲，佢講歡場中嘅真情，好稀有，好難得。兩個人餘情未了，但喺埋一齊又有解決唔到嘅問題，只可以共患難，唔可以共富貴。選呢個角度去講咧係好成熟嘅，但係娛樂性喜劇咧能夠分到嘅戲份咧唔夠鋪排到做到好深入嘅。變咗呢段感情咧，冇辦法做到讓觀眾好冧，讓人好難忘。呢啲都算係為咗大局犧牲啦。呢個係幕後嘅選擇，實在唔明解嘅。好，講到市場上啦，
呢部戲喺香港可以話同期好難有對手㗎啦。咁而家大家睇票房都知㗎啦嚇，贏成條街。因為有當時得令嘅黃子華啊嘛，仲加埋鄭秀文，仲係喜劇喎，仲有部戲真係好地道香港，好有嗰陣錘啊！呢部戲咧營銷咧其實聰明到不得了啊！喺國內淨係主攻大灣區廣東話市場，因為夜場故事北方人咧共鳴得比較難嘅，同埋咧呢部戲嘅喜劇元素咧好多係廣東話先至識笑嘅，睇唔明睇字幕就冇晒癮啦。如果配咗普通話就跌晒鑊，仲尷尬。另外佢仲特登喺國內咧係揀初4先上嘅，等前面幾部戲咧喺春節頭3日都鬥爭死嘅，梗有啲戲會輸到甩碌㗎啦。而呢個時候夜王喺香港票房嘅氣勢同口碑一出啊，國內嘅排片就會多咗空間嘅。呢個策略係計算過㗎。仲有就係我估佢到萬一大灣區都票房大爆啊，反正都賺咗錢啦，就唔怕嘥全國嘅發行費啦，先去搏埋全國市場。成部戲嘅選材同方向咧，可以話呢部戲咧唔單止係一部電影嚟嘅，其實係一盤好精密嘅生意。我而家講嘅就有關於呢部戲嘅問題啦，牽涉到劇透㗎啦嚇。咁啊喺2012年呢個背景咧，佢講嘅尖東嘅夜總會已經式微得好犀利㗎啦。咁點解仲會有人去收購咗幾間，然後之後再要收購埋你嗰間咧？咁收購嗰人仲係太子峰個老豆啊，唔係太子峰作主嘅喎。咁啊，一個同鄭秀文角色已經翻晒台、公開對立嘅二世祖太子峰，竟然仲會之後日日走去人哋個場咯，日日去啊，最後仲肯坐喺大廳。咁你講我咪聽咯，但係我唔信咯。去仇家地盤本身嘅風險極高㗎啦，喺現實生活啊，邊個搞夜場嘅冇人照下啫，根本早就俾人劈咗啦。太子峰，起碼鄭秀文會喺度成日出現，令到你落唔到台，咁夠冇癮啦。二世祖身嬌肉貴搏咩啊？咁樣唔係囂啊，唔係得勢不饒人，而係白痴啊！仲有太子峰靠喺歌度收風壓身家，更加誇張啦！基本上就係等人動你嘅。歐記拉人做局呢條橋，等太子峰入局做空股票，本身係理論上係可以做到嘅。謝君豪角色因為有舊怨，肯幫手設局都係可以嘅。但關鍵問題係太子峰點解信到 all in 呢？我知道你聽過有咁囂有傻格案嘅二世祖俾人動嘅，但係起碼你前面有類似嘅事去鋪啊嘛，先做出嚟等觀眾之後容易相信你啊，唔係隻馬仔講下你會咁做就咁做㗎啦。因為太子峰都係一個玩資本市場嘅人，唔會連最基本嘅風險隔離都唔識啊。你已經喺同一個場聽到俾黃子華咁樣動你啦，你已經係提高警覺啦。而喺同一日同一個場聽咗風之後就落重注，唔係落重注，係搏命 all in 啊！更重要係電影之前都冇鋪夜總會係商業市場情報中樞啊，到報仇先要出嚟啦，然後黃子華先突然高調 OS 話呢度係收風好準嘅地方，咁你哋明啦，佢講咗啦，唔好話我冇講啊！電影為咗守住夜總會嘅核心場景，呢個係前提嚟㗎，我覺得幾乎將所有關鍵情節都鎖死喺同一個空間。佢成個計劃都應該係咁㗎，所以越行計劃書喺大廳講，商業吹風喺大廳講，關鍵決定喺大廳做。問題唔係場景集中，而係角色嘅智商咧被壓低咗去配合呢個場景啊！我前面講咗咁多咧，我想講嘅其實係呢啲唔係場景太集中，或者橋段太兒戲，又或者鋪唔鋪線嗰啲問題。咁聰明嘅團隊唔通唔識咩？使你講啊！而呢個係創作取向問題。創作團隊咧明顯揀咗，我要拍一部寬場電影，唔需要完全寫實㗎。我要好玩熱鬧有氣氛，我要感情戲撐住下，我要節奏夠爽快，雙戰線有就得啦，唔使過分講究嘅，快打慢，只要觀眾 feel 到爽就 OK 啦。結果市場證明，觀眾真係接受喎，咁又好似佢啱喎。從生意角度嚟睇咧，佢完成功喎。從電影嘅結構角度嚟睇咧，佢仍然有好大嘅上升空間。咁喺度假設下好嘛？如果多15分鐘戲，將個戲唔好淨係困死喺夜總會個會場裏頭，拉出嚟真嘅景裏頭，多2-3場真正高智商嘅博弈，鋪排夜場嘅情報網絡啊，角色動機更加立體啲，部戲質感一定上升啲啩，節奏未必肯定差㗎。
票房亦未必差嘅喎，甚至可能更高咧。但係冇人願意冒呢個險㗎，因為港產片長期有個慣例，節奏快過邏輯，情緒係重要個結構㗎，甚至老闆都唔願意加多15分鐘俾你，因為排片會少咗，風險就大咗。所以同某啲成熟類型嘅片比咧，呢部片嘅差距就喺呢度。真正成熟嘅商戰或者犯罪片，爽可以爽，但邏輯就會亂嚟咯。夜王選擇咗穩賺呢個方法，咁佢有佢嘅道理嘅，明解嘅，所以佢係一部成功嘅娛樂產品，但未去到結構嚴密可以有代表性嘅類型電影啦。呢個問題講完之後，我額外仲有一個好個人嘅問題，關於粗口方面啦。咁我係非常之支持戲裏頭係可以講粗口而唔係3級嘅。其實我哋行內好多人都爭取咗好耐，咁已經好早已經係俾通過咗啦。咁而家喺呢部戲咧係好多粗口，我覺得係唔係咩問題。咁但係喺個喜劇元素裏頭最絕核嘅位咧，你特登用嗰個粗口，包括帶啲性動作嗰個嚟去爆笑咧，即係你知我講咩咧，就係含咩啦嘛。咁呢個問題咧，我就覺得有少少去大家可以參詳。即係你照轉去諗下，如果呢個戲係周星馳，佢都知道有3級可以拍或者2級 B， 呢個戲都係2級 B 啫。咁2級 B 可以拍嘅情況底下，我係可以講粗口。我需唔需要講嗰個動作帶性，然後帶呢個粗口落去咧？我覺得比周星馳最多佢都係會話做咩？你搞嘢啦，或者係點樣？佢就一定好爽快直接達到個喜劇嗰個節奏感，嗰個爆笑點就 OK 啦。咁亦唔可以唔講，而家睇到嘅人聽到呢個粗口係笑到碌地嘅喎。咁我都係屬於唔係好高檔嘅人，咁我都有笑。但係問題你唔係淨係滿足我哋噶嘛，你都要達到你自己嗰個界線。咁呢個界線有啲模糊咯，即係我只係 feel 到，如果搞喜劇嚟講啦，人哋真正即係唔係咁低俗嘅喜劇咧，就唔會有特登攞呢個詞嚟做嘅。咁因為咧，而家佢係2B，咁你想象一下。有另外一個話題啦，你想象下而家電檢處可以鬆動俾我哋批咗，唔係屬於3級啦，但係佢係2B，咁12歲嘅細路仔喺過年時間跟住大人一個細路女跟住大人一齊去睇呢部戲，然後佢問阿媽含咩係點解啊？哎呀，真係啞晒。咁個阿媽就做還好啊，如果嗰個係爺爺嫲嫲咧，我姐姐問我佢想睇呢部戲。但係佢又驚好多粗口，咁我即刻係堅持住粗口唔係問題嘅，電影係可以講粗口嘅，外國片都不停講粗口㗎啦。咁所以你係生活中亦係成日聽到粗口，所以粗口唔係問題。但係你攞粗口嗰個動作最嗰樣嘢去標榜去突出，為咗係增加個笑料，令我呢啲低俗嘅人笑起嚟，呢個用心咧，其實有冇必要啦？咁呢個大家可以思考下呢個問題我俾大家，所以大家可以喺留言區回覆我，大家個感覺係點？等我可以亦檢討下我自己嘅睇法啱唔啱咯。